不愧是青州第一剑，果然是马到成功啊！但愿知府大人能信守诺言。你看老夫想不受心意的什么？啊？哼，关厂长本来就没有什么心意可言，可在剑客面前，尚有人背信弃义，却负你是自取其后。我应用，只要将那团菜好色青菜试试，我就与天香相称。你既为青州百姓出来，我也能反悔。你去吧。哼。好，哎，我们滚子去追几个。好的。这样，要看那个样子。什么好生气的，真是少呸！小妖精，来追吧。天下，你不希望我来吗？我天下，谁人若人自困了，修道长夜天不晓，推长饮得人我与家里更交上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天下，从今天起，你便可冲出万路。我在京府的剑客生活也结束了，你我可以远追高飞。
天下，哎呀，你好大胆！你不想我啦？天下，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夫妻了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听我慢慢跟你说。爹，什么事？10万担正粮已全数成交了。哦，哎，口称催绿了风声。没一孩儿款万物一杀。眼下朝廷追得很紧，千万不可大意呀！爹爹，那青菜何时回到啊？哼，他恐怕是不回来了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用多问，去吧。景知府已将你视我为妻了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太有意了。当年我被景府强纳为妾，几年来我虽勉强相中，可金贵恰当我是心肝宝贝，他怎可能轻易放我随你而去呢？天下，我为金贵办了一件大事。我说的全是真话，你快准备一下，我们尽快离开青州。等等，莫不是你为那金贵充当杀手和他造成的交易？天下，天下，从今日我便直接牺牲了。天下，我都是为了你呀！近亲从不无辜杀人，我此时的无非是一个名誉奉旨巡查，实乃留在团室的长官呀。哎呀，老爷，快看老爷还有呗！来，老爷，我在喊我的吧！哎呀，天下，哎呀，好，来，爹，来，爹，哎呀，什么事？爹，你不是说那青菜来不了了吗？我也不是说过叫你不要过问这件事嘛。可那青菜刘坤大人的官员都已经继承了。快！把衣服拿来，快！官家都已经到门口了，快！哎呀，好，快出门开箱！这个，打得起！
前面到府里呀，人了。啊！青州知府率书属文武，恭迎钦差大人。恭迎钦差大人。多谢诸位曾经响应，这是本院今日旅途劳顿，1月先王一关下榻，该日再来委拜诸位。吕将军在当道一关。是，当道一关。啊！哎呀，雷大人千里迢迢到此巡视，要是辜负不测，岂不要让我等地方官担上个怠慢朝廷钦差之苦？是啊！盼望雷大人求生实福，让我等应穿拜此礼。对，应穿拜此礼呀！金大人，既然吕大人是该日拜会，诸位就不要勉强了吧。朝廷钦差出勤，地方官吏先人回送，这是国常礼节，下官断不宽废。不理不能这么好比喻的，不理怎能比的啊！我们要请大人下来，大人还是心里下脚吧。不是啊，吕将军，持枪。持枪。见钦差大人，免礼。谢大人，参见钦差大人，免礼。谢大人，请。是。
便是闻名遐迩的青州毛尖吧？真是，青州地区边远，山穷水恶，别无好处。哎，离到这青州毛钱，巧也不失为上等佳品啊！怪问金大人，瑰丽的毛尖，这比之名薄毛峰，这细云雾，万难青州，西吴龙井，又将是何呢？那是事源差之远也。哦，啊！大人若是如此渊博，这令我等升官居官有愧呀。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这里本院曾经功德讲者，巡视名闻，故对当地的产略知一二。哎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呀！哎呀，各问吕大人今年贵庚？28。哦，吕大人真吉先后，官居且平，老夫还以为照顾而列，怎么竟如此年少啊？难道金大人你我这青菜是假冒的不成？岂可！哎呀，不过按官场管理，钦差大人下来巡视，还曾有些万闻所见。其实那也不过是做样子罢了。哦，大人之意，本院明白。钦差出行虚念经营，此乃朝廷立法，本院也管不正。经营在此，请大人验证。禀雷大人，这身不完其路，以后用多此一举呢？以貌取人，靠不自若。不过金大人对本院生意，自他别于远过吧？不，哪里？诸位大人，本院督促所语，尔等可与所闻啊。这不是本院早有帝王，在若之位，却乃没有王昭每为朝廷钦差之言你啦。该不会是雷大人在旅途中遭歹徒骚扰了吧？哎呀，青州府连年灾荒，刀枪之案时有发生啊！本府我难推其咎啊！青州闹灾，朝廷不是发放增粮了吗？哎呀，杯水错心，难以为说啊！哎，雷大人不知可受伤哎。幸亏本院早有帝王，一个历代刀将之际，在化险为夷。不过总算如此，为我枉死了命亲随，也实在令人心悲呀！唉，吊民之乱，哭泣哭闹。大人被这令光波落莽，全力查访，尽快出拿凶贼归案，天禀钦差大人处置。此次多谢
大人请，大人请，去吧。大人请，大人。夫人，你早点歇歇吧。吕将军，我在那群官吏面前苦人如此，什么破绽吗？夫人之罪本不属虚伪，对付那般用力，岂不有人有余？刚才知府衙门的一番奏决，连我也可得那份真假了。可在心开交烈那一刻，我还真出了声来爱你。过了今日这一关，以后就会输得多了。可是我夫君的凶手毫无踪影，我还不知从何处追查。夫人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影，言辞轻彩，岂为不如蛛丝马迹？慢慢查访，必有收获。夫人切不可急于纠正。吕将军，可按我的吩咐办妥了吗？夫人，今天日又不早了，我可……吕将军，那好，夫人你稍歇歇，我去外面做些安排。夫人啊，你来看。一块平常的石头。这可不是一块寻常的石头呀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典故？夫人啊，你来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这青州府正出了位清官，他一生为民，结劳成疾。事后青州百姓为缅怀他，便以此日为碑，铭记功德，后世不忘啊！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如今只怕这清风时间再无清风了。莫道世风过世间，生死滔高责问再见。今日白日表心间，我定要清风日望卷心田。
罪了。是。定定的轻罪监看，居然是这样的无耻之徒，令老夫此人。大人，我是一而引的。好一个一而引，你干成了吗？金大人，你不是年姑到了吗？哼，可你却中了沈家的李腿讨江之计。此话怎讲？你所杀的无非是个假扮钦犯，那真正的李坤为安顺无恙。不会，不会，绝对不会的。那钦差大人就下他在城东一关。李坤口下我要没人了。我们是有一才线。计算你没成功，那天香大人，你是非想再念一次招？哼！大人，你。
心来是塞文笔，落怕山夫君与海为妻从此为妻母望见路上泪相见，夫人请放我走。夫人，小弟是本国野人。吕将军，出了什么事？夫人不必惊慌，末将早有防范。这却是吕将军吩咐，要小弟3更雨给吕大人送来夜宵。要是不行，小弟另外许是，小弟另外许是。等等。吕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，弟兄们，是我吩咐的。啊，你请吧。你去吧。弟兄们，来，弟兄们，严加往来，千万不可松懈。你放心，连文字也先想递进去。好。哼，
脱光了衣裳，也不是赤条条一个样，杀什么为父？哼！哦，夫人。吕将军，这摆明上到底是请罪之妇愚虐百姓，团转正良。我父奉旨前来查处，却在中道于害。难道夫君于害就这知府衙门与人瓜葛？夫人，那凶手一不抢劫罪，二不报私罪，且冒失身大恶，因此朝廷钦裁。那你说为什么？那就是这有人害怕朝廷钦裁，寻查去罪。你说夫君于害今我知府团转正良案与怪，这正是我们要查的。否则即使我们能抓住凶手，却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，又怎能让吕大人举荐明目呀？可是这一段乱码毫无头绪，我们欲从何查谁呢？一目将看，先从这里查谁。负罪必报，凶手逍遥，叫我于事后切着想。这位夫人还有负罪要报，更应节哀自重在此啊！请裁处以后同意。你说，哪怕并无什么动静。怎么是那张先清早晚不曾前去？今天早倒有一人进了夜馆。什么人？一名女子。那女子先递上一张长纸，后来又被打入夜馆。看样子是告我们场的。爹3天前海日后那和尚正在教个正娘时，不料被那高尚女子的丈夫看见，我怕留下话可以追雷风声，我去。混账！为我再三同你讲，眼下风声人静，千万不可杀是生非，手上一柄。你今日做下这等生命恩子，让为我死我死财啊！哼！事故杀人偿命，你就吃出死肉去吧。爹爹，你何苦这般大动官府呢？要知道，那10万担这样要是追来风声啊，恐怕要比一条生命更难受人嘞。那小女子姓甚名谁？小女子心里
落于错决上，大人。去见你早去的呀，妈，宝儿乖啊，你滚下去！有几招官府要粮。你把田去了，官府不是征粮，你放稳了吗？呸！听说朝廷发放了10万担征粮，可放到我等灾民头上，却只有5斤半升。那么多赈灾王粮都到哪里去了？全部都被他妈的贪官污吏侵吞了吗？你轻点，这样大喊大叫，要是转到官府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年头人要上吊，还找不着是你，怕不什么官府？我偏找他们去。不行，你要再去，只有个3长2短，可让我们母子怎么活呀？快走！快走！哎呦！你大娘，你好，你啊，真的是你呀！喂，这米是从哪里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。宝儿，米，宝儿，别哭啊，妈叫你熬着去。快点，过来。你在这里熬着，我去就来。搞个价钱，我不要意。哎，领导起因怎么可以压价？不骂了，不骂压价我走了，我不同意。我说好，3两银子100米的价，领导起因为我也要压价。侬这是啥地方啊？侬这是灾区呀，所以米价贵是黄金。马少熙。鱼米之乡，米粮充足，两家宝店侬晓得吧？我懂了我懂了，做生意是冒风险啊，这本生意我不做啊。我们爷爷在先，你呀，成儿反儿，我心里真正百比啊！左些，我不讲信你，我被逼，我没弄这个啥个粮食，赈灾王粮啊！侵吞赈灾王粮，万分的卑鄙吧！啊，有心机！呸！好嘞，这个做生意一不小心要失头一个。我同侬讲，还是另外一案，早一点脱手，早一点好困太平高啊！这怎么办？哎，你要是走漏风声，当心你脑袋！慢！
你们好大胆！怪不得载明领不到正粮，原来都被你们倾城倒卖了。你怎么的？你们伤天害理呀！我告诉乡亲们去，你来人呐，尽快倒卖正粮啦！打住！他爹，走！这个玩生命的事情，都我负责干，都我负责干。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！空闹！林月兰，你方才自言句句是实，宁女岂管是半句谎言？既然如此，到时候你可管到公道当堂作证。只要大人执法公正，宁女与何不过？那好，你先回家，听儿转还。是。走吧。大人，我负他死的，好传呐！吕大人叫你回家听儿转还，你快走吧。李女兰，大人有吩咐，你方才讲那倒卖增粮的米上讲的是一口绍兴方言，真是。那绍兴来的奸商万里在青州城里，总是一场活口呀！爹，你是说要让他变成死口？哎，不可杀是生非。你马上去找他，让他尽快离开青州。啊！去，来，去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好，上去，好了，哎呀，来，来，接他进去。哎呦，再来一杯子了。今天为你送银，明天弄好为啥亲戚在啊？弄我说些。叫我为绍兴去，做上一个人，一年四季三江落码头，我里不等过。这个青州的生意啊，特别好做啊。青州的女人特别有味道，青州的高粱也特别有情。听，我懂我，到了这里。忘记他绍兴去了，我都弄是光在绍兴不为妻在。什么？他不想去了？此人奸诈欲望，欲好招生耳目，我看此草要出乱子。爹，你快说实话。既然他不肯走，就灭他的口。你死鸡虽然不要转学。为他胸敲黑板，接人杨丽听言谈，色尽万绪多纷错，连贯耳闻心安断，此了杂累尽，就
等酒侣鱼龙混杂，鬼凶血马伏，我看不经意吧。哎，那绍兴迷上乃这两案子关键，他既在青州，想必总是混迹于居士城楼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好，走。是。哎好，对，来个关请，八点几，八点几。哎，来，野生花生来一包，来啊，请，哎，请，好，请，哎，来，把过来一页，来。哎，客官，请，哎，这里请啊，哎，那这里请，哎，请坐。哎，客官要用是什么？哎，尽管吩咐。弄我都不错过，哎，我有数的。好，告辞。哎呀，侬回去告诉那老鸭公子，我歇他2年，再去把王爷啊。告辞。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出征不离外关，为我多此一语，竞争空流啊！在下与客官是同行，1月与你同饮几杯，不知真意是否？死人啊！哎呀，死人啊！朝廷钦差令大人人次，血动无言。走。郑兄，我是宣王。原来是戚夫人。这位老爷，这位是知府大人的戚夫人。哦，原来是知府大人的戚夫人。官问夫人，到此有贵官啊？你是何人？尽管这样问我。夫人，钦差大人正在小弟警察，夫人只要小钱给着再来吧。什么？钦差大人也在此啊！知府大人到！雷大人在哪里？雷大人在哪里呀？雷大人，卑职实在不是雷大人到此，故而疏于防范，致使雷大人受惊了，卑职深感不安啊。不是知府大人，为何是这般惶恐不安啊？这旧事之中不是刚刚发生一桩生命案吗？知府大人尚未到此，偏知这里刚刚发生的生命案子，正与先见之明啊！
背着巡查民警正好路过，在门口听人说这里发生了人命案子，还听说钦差大人也在这里，故而在心怀惶恐地设点川见吕大人。哦，原来是此，那倒是凑巧了。哦，既若是此，这里的人命案正好交接知府衙门查办，本院告辞。是，备着一定秉公查办。不知吕大人还有吩咐？金大人，令郎今日可在府中？全知愚顽，不成大器，正日硝烟在家，不知大人。我们金大人说，本院隧道一纸书上，告的真是令郎枉杀人命。却有这等事？哎呀，老夫却丝毫未闻啊！是却于此事，不知金大人将是何此之？要是全知作案，查有失去，那是他咎有死去，神兵大人依法论处，备着求无二也。神明大义，难得呀，难得。大人，金大人有逆略，不妨直言。备着有一句话，不是当讲不当讲请讲。要是在公堂上拿不出神证物证，当属考，不知大人。诬告必反诉，本院清楚得很。好，告辞。等等，金大人晚于何事？青州地区边缘鱼龙混杂，素来生死艰辛，就让备着水营成员护送吕大人为一官吧。不用。来呀，来！尔等好生护送吕大人为一官，赐予嘱咐，那尔等试问。是。受钦差大人，请。不用。钦差大人皆为亡命，或许知府大人是此非行。来人！请钦差大人上轿。请钦差大人上轿。知府大人，那尸体怎么办？小人在。那密上领事件对钦差大人说过什么？他打算倒下去空流血，你一句话也没留下。举子巧遇郎
南地方，欢节见到兵的灯焰飞，众兄亲来顽抗，明日母大郎身经往来一路桥山登武当罗王，一位夫君靠大腿，二位月来西外王，只管水中我今与我需要跟我娘为他对一身站住！不能进！不能进去！站住！让我进去！哎呀，你们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你别无脑，把你抓起来！为何曹上？吕大人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你是？他是进府戚夫人。哦。弟弟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待儿就不上公堂，就不上公堂！丢脸！堂堂弄儿不顾余生，对不公堂，便吓成这么个熊样，真丢你老子的脸！对不公堂，你倒是的轻巧，哪里你保证心切？在那钦差大堂上，竟然将儿往死里搞，我岂不是去送死吗？那依你便是后命。言而之意，干脆再给他杀一个灭口，再给那姓吕的来一个耻无对证。混账！哼，那姓吕的刚把案子晓于为伍，当事人便突然死了。这种掩耳盗铃的蠢事，与人所为。哼！那便是我是好你，难道真的要让儿去为那李林南之父地名不正吗？哼！那姓吕的明日升堂问案，乃是相仗无节，一再沛公。他眼中盯着的不是你小子，而是你老子啊！眼下那密上虽以事物对证，可李女来却能置身于死地呀！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束手待毙吧？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对那李女来，既然不能灭他的口，那就封住他的口。封口？请，你说与人越加害于我，真是万方吕大人度假地方。你是说那此刻作案必在这3日之内？对，他们一定3日为严。原来如此，这是本院不明白，夫人如何以得知？吕大人，你可知那孤人因此的孤子是谁？本院初来请罪，既无情也无罪，还真不知于何人以月加害于我啊！请问吕大人，此番奉旨亲罪允事，可予特别请明？这可是金大人上你问的怎亮，吕大人可是为怎亮而来的？据说是吧，哪有这样？请问吕大人，团准怎亮该作何处置？按
本领，当斩。好，吕大人专为这次真良王而来，已欲加害于你的，做了团官，余为是谁呢？那团官余为是谁呢？请罪自负。哦，那可是夫人的。金贵老子，正是金贵故杀水前来应赐于你，大人杀死不幸，只怕伪造不测。啊，并非本院不信夫人之言，这是我不见夫人，为何要向我通风报信啊？你可是知府大人的宠爱呀！大人的心意不是你，你是天下一大情，我当我生在无知不关情，来上访我心中天亮强的明，许你为我死期全归得风云，你在替我哭泪的望早成为我出身江南转乡，兼命天下。天下好，天下本院多谢你大义示警，不过在府请罪的奏那时刻已经下过身了。什么可曾得罪？要是他得了罪，本院还能和你在此说话吗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李大人，你还好有了前次的事情，才叫我未雨绸缪，早做防范。大人，我既算依赖高明，恐怕为不得进府了。你
大人要往那此刻须将我留在这里。啊？什么？这是若是的。大人，天相并无他意，你只要留我3天，3天之内那此刻不来，我自会离去。那你将与我妙计往返此刻呢？只要我天相在此，即使那此刻来了，也断断不会相随。吕将军，大人，听着昨天靖王爷去过陵园来讲，你和今天的搭档赵生尚未问你，你真大呼什么冤枉啊？啊，还不快抢！知府大人，朕怪老尼亲自送旨上公堂啊！幸亏身为朝廷命官，就不敢因私废公啊！呀！真是轻罪之无谋，万民之表率呀！这是为官者都能如此，又何罪立日不清啊？来，接近大人宽松。是。大人，老夫在此怕有些不便吧？啊，不妨事，请。是。靖王，本院今日升当，你须从实将来，实与官殿差错，本院绝不轻饶。是。下位之人可是靖王？真是靖王。今年几岁？28。何方正是4举轻罪，周应生，严居在家。可人读书10年2场，为何不决去功名？天性散漫，无以为官。我却问你，6月13日夜是何天气？6月13，我记不清了。那么6月初9呢？有哈风高。公子对6月初9到记忆有心啊。怕是未必有真啊。那我且再问你，6月13日和6月初9子夜时分，你都在哪里？让我想想。用你细想，
切不可记错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6月13，来4位6月初选呢，都能项目啊，你都没有记错，就无差错，放在字眼，句句是在，谁是家？官员随法。哦，看来金公子倒是位多人的丈夫啊！为男儿在，岂能闷嘴撒谎？不知刘大人还有何话要问啊？别无他问，我把刚才所问再问一遍，不知公子不要说再问一遍，便是再问10遍嘛。本公子也大胆啊！在钦差大堂，这个如此情况啊，不妨事，公子诚实可嘉，倒与本院十分有缘。金公子，我便再问一遍，是哦。好吧。这小子终于全到了。你姓日名谁？姓金名王，今年几岁？20月8。何方神师？是举钦州啊。作何应声？慢慢紧张。可人读书神鸟很长，为何不去取功名？主官切烈，不是经商。6月13夜是热天气，有哈风高。6月初选呢？记不清了。用你细想。也是月哈风高啊。不能记错。大致不错。那好，我再问你一遍。6月13日夜是热天气，月哈风高。6月初选呢？万里哈风高。 6月13子夜时分，你身在哪里？我在城内4位。6月初选呢？6月初选。讲，我在讲，快讲，快讲，爹，我还是你去讲吧。哪里？在哪里？爹，你帮我啊！大胆进王，在这大堂之上，对本院提问，谨遵前言，不得黑语，漏洞不测，分明于上，不用隐瞒，也能从人招来呀！慢，钦差大人。哦，知府大人如何见教？本府以为，既然靖王被人指控枉杀生命，不知口腹人传原告上堂，对证之后，协同他应负责。也好，来，传李玉兰上堂。李玉兰上堂，传李玉兰上堂。一
不得一表堂。当下跪的无人心生名谁？名无姓李，名玉兰，今年几岁20余岁，家住哪里？青州镇外。林月兰，你带的看看，这可是你继承的长子。正是。好，你常告晋王6月初举半夜斩杀你父，可是实情？林月兰，本院首当，你不用害怕，这管从实速来。谁本居家王，当心列法无情。当心！林月兰，你为何沉吟不语？莫非有何难言之隐？钦差大人，民女要反攻啊！什么来大人？敌人也收到，怎么样？再说一遍，钦差大人，只管明目，为你心巧。有意敲诈官，有意敲诈官府钱粮。那人生不高，还要自信。你可知不告官府，该把何罪？无论何罪，你女官员审理。来呀！来！叫林月兰投下党去，打一死害。安，钦差大人，此民女能讲真话，理应加强，才能难事应援。叫林月兰后插党去。真心写我的难情心，死到无处可面对，当了外公被罪，曾自家我孤当难明。
在这些什么？啊！我要我李女来一心万幸。对呀、那李女来今天突然反攻，必有难言之隐。夫人与他早已相同，只能对他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不能让他到这震惊。吕将军，快当道这外！本身跟外侧空有风险。哎呀，这样畏畏缩缩，何时才能为夫君报仇呢？吕将军，快走吧！夫人，不是说此刻要下30计吗？30之内，末将断不可让夫人去冒此风险。那好，明日再去吧。多谢夫人。杀人！你走。你现在军事路面，与根中到此，眼推默默，行动归隐，分明来追不出，你是冲着招来，尚可鸟你一命。死杀不算，你血相还命。吕大人，快走！吕将军，你去找他起来讲。是，起来。大人已经天香，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就不妨将真相告知与你。那心里的玩真厉害，要不是爹爹技高一折，抢先一步封住李女兰的嘴。都什么时候了？还满嘴废话。那小东西也在哪里呀？交给采访王妈看着呢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去为难那小东西。爹爹，你也懂起恻隐之心来啦？身无恻隐，后以立身啊！今天是周期，为何还不见张节庆的动静？是不是他已经偷偷将七姨妈接走了？所以呢，混账东西啊，还不出嘴！要是这样，他便不是张节庆了。天哪，他都干了些什么？干了些什么呀？吕大人！天香啊，与我不分青红。
天旋律，笔千字在其中，要字万绪本外语。莫非是只爱与你与千年？眼宽夫人再找不成，我这就去找他，绝不能让他来伤害夫人。天下站住！你不能这样子。那凶手上月时既作案，我啥不找到他加以制止？夫人凶险难料啊！天下，你果然是真心做梦吗？天下之心，苍天可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列施小计，引他伺机出来。我们去开门一刀。今天这里怎么没人把水啊？谁是无人把水？对爷，只晓得老爷昏花，没有看见军爷。今天这里的王人好像要领亲事。为帮此刻，弟兄们连着来通宵水位，钦差大人提醒我等太劳累了。今夜安安吃下些弟兄睡觉去啦。我给你打听的，不许多问。闭嘴吧！哼！呸！一只更屁的也对我耍威风，太光了，我不是只条条一个呀。今天有些奇怪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把剑放下！你把剑放下！请让此刻，下下！天下，难道你一定学成汉子
吕将军，把剑给我。夫人，吕大人死鬼了，你可不能行事随缘啊！我曾在夫君令前立过誓，预兆一声，我定要亲认凶手，以报父罪。好，夫人，请。你是后人？我便是造逆到水里，钦差吕大人为王之妻，令君。啊？难道我在庆丰这词中的正是？对，庆丰杀前，你一剑得水，自称千古积冤呐！
我一腔怒吼问。马到原涯不梦醒，一世神归难人情。我虽专情官学，却伤万民心。身担千年苦啊，心没精神。为辅佐长亿万百姓，一生做人千古恩，身无脸面，见相邻死难归宗断问，铭记机会心也死。宁先谁解情起来！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多谢夫人不杀之恩，简清就隐藏在清风山下，只要夫人召唤，我万死不辞。夫人，夫人，尽快将靖王转移他去。夫人，这方圆百里，我很熟悉，此事就与我团明吧。简清告辞。夫人，你圣明大义，莫将心中情昧，可曾先生我自有证人。那张介兴贼不可赦，放弃出去等于放虎归山啊！我们是杀了张建清，只能解一时怨气，可难报杀父之仇呀。况且我们要惩恶之剑，还少不了他的政治，是将他杀了，不是为金贵灭口吗？可放了凶罪，又怎让吕大人究竟明白呀？夫君此言，就是为诈此团官，我才死仇而去大宁。夫君应令杀死于子，是一定为宽谅的。毕竟夫人结识深远，莫将死归不是。天香，天香，天香。
妈的嘴。夫人，就在前面。哦，这，李玉来，立刻撤退！民女死之于在，但其已反攻，就将该杀的罪应都担下。李玉来，你虽不怕戏弄官府，无日立法，可你能心安理得的忍下那杀父之冤吗？民女负冤叩死。李女兰，你再说一遍！大人，民女负冤叩。快扶他起来！扶他起来！呀，来，快！你们到外面去看。是，在这里睡着啊。林月兰，我知道你驾驭变故，再在大道反攻，快王法，你能一辈子忍罪吗？大人，你不能这样。大人，你真是我反攻，是迫于无奈呀。因为我们都是女人。大人，你是什么？而且还都是身外杀父之罪的女人。对，她是个女人，钦差是个毛白虎。好，在下恭喜知府大人翁兄华杰。不过哈哈，难得您对本府如此忠心，本府定为你亲封个圆棍当当。我一阵总算才对自杀了。大人，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怎么？原来你？对，我是一个毛白钦差啊。那真正的钦差大人，他，我的夫君，已在巡视途中遇害身亡。啊。
妻子讨某人，你我同爱杀不恨，离开同源同心。可是我查到反公作为真，实在是难杀一片滚柔情。什么？我的宝儿，你的宝儿怎么了？他们抢走了我的宝儿，我的宝停停停，停下停下！停下！哎呀！不许哭！再给我打死你！喂，哎呀，公子啊，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呀？我爹爹让我出来比几天风队，等那个毛白青菜完的有去回去。可为啥非要带上这可怜的孩子啊？这小子的娘嘴里挂着本公子的名，而本公子的手上扎着他的这块心头肉。你看他娘的嘴巴外光着50把刀！公子啊，不等我，结果我就掐死你这个狗杂种！公子啊，这孩子太小不懂事，你可做不得那伤天害理的事啊！去你的！你说我伤天害理，要不是我金夫结拜应对，这小子早就给我死了。想不到为他们让称赞自己永远记得的金公子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好，你说说官府军人将此行交予礼部马尚书，请马大人务必尽快启奏朝廷。那礼部马尚书与金大人关系牢靠吗？什么？这话说曹冲无仇莫错官。对，这几年，对。你无需多问，只待马大人尽快奏明圣上，便可将那假冒钦差就地正法。这样一来，知府大人便可用之请罪了。时辰之内，你不言语难保误杀了吗？此次卑职告示。去吧。是。
夫人将军啊，天香啊，天香，来，天香，怎么了？夫人，究竟出了何事啊？幸亏老贼已派人护送进京，请生命来捉拿你这冒名钦差，你快走吧。夫人，假冒朝廷钦差一旦泄露，可记罪不轻啊！夫人还速速离开为好。不，我是这样一罪，岂不让奸党逍遥法外？那你总不能手段极后啊！一朝卷在手，便把李来迎。我不接他来过，先下水为强。夫人，你有为。现在靖王，明日申报。万岁有旨，请命礼部挥动大礼日，护所前往亲罪，捉拿假冒钦差，不得与我。叫什么？他们把我的王儿已经捉拿归案了？正是，钦差转娃，知府大人是万不出堂备审，恐怕就要为公子碎死了。好一个冒牌钦差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几日？去！哼！你终于来了。雷大人早问，卑职这个不来了。可惜你只来了一步。此话一样啊！宁让倒霉正良枉杀人命，已判了战役，是若罪于应得。吕大人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出来呀，吕大人！你出来呀！你出来呀！你，吕大人，有话好说啊！你劝我，放了我劝辞啊！否则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恐怕……李大人也是明白之人，现在也为不知自己处境，你放过劝子，倒是老夫保你不是。吕芬，你陪你内院身亡，也在审理的是我夫人领军，太傅有礼。南疆水
何人？一个女子这口登堂审问，你本的好。你无病无死，休开旁身！真人啊，我是真人。我是真人，我们都是真人。为领大人保人，为领大人保人，出使台湾。金贵，你所办这场条条所审，审证法真齐全，你万与虎娃控教。哎，怎么还不到啊？怎么还不到啊？来呀！来！道请复议。是。
随高飞吧。不，玉兰，你也回家去吧。不，让我们被夫人夫去晚早。夫人，我这个戴罪之身可是个认真啊，请夫人让我们陪你同饮吧。夫人，当道进